如果你驗血報告成日話膽固醇偏高，又唔想一開始就靠藥物，今日介紹你5種好普通街市一定買得到嘅蔬菜，可以幫你降低膽固醇。只要食得啱，真係可以幫到手。第一類係秋葵，你見佢切開黏黏地，嗰啲唔係怪嘢，係水溶性纖維，可以幫你黏住一部分膽固醇，經腸道慢慢排走。第二類係西蘭花或者椰菜花，佢哋唔係即刻令你嘅膽固醇數字降低，而係幫肝臟代謝同埋處理膽固醇。對於膽固醇長期偏高嘅人嚟講，好重要嘅。第三類木耳或者茄子，佢哋都屬於纖維高嘅蔬菜，可以減慢脂肪吸收，特別適合平時飲食多油多肉嘅人士。不過記住，煮食方式都好重要，簡單飛水，少油少鹽就最理想啦。如果你已經食緊膽固醇藥，蔬菜係輔助方法，唔係代替藥物。我係 Joyce， 如果你都關心膽固醇，又想用飲食慢慢調整，你可以 follow 我，等你需要嘅時候，呢度會揾到實際又用得着嘅方法。